距離7月5號仲有唔夠一個禮拜，我哋頻道用塔羅嘅方式咧，就問咗關於今次災難預言嘅幾個問題啦，包括係日本方面會點樣啦，對香港有啲咩影響，糧食方面會唔會緊張等等。喺呢一條影片，呢一啲問題咧，我哋會同你一一解說，同時亦都希望透過得出嘅卡牌咧，可以給予大家一啲建議。事不宜遲，我哋立即進入主題。首先，關於日本，我哋抽到嘅牌係巽為風。巽為風喺易經入邊嘅含義係變幻不定，風若和，日必麗；風若凝聚，可知暴風雨將至，空氣嘅流動難以掌握。睇起上嚟咧，好似冇乜特別。不過咧，呢張牌咧，我哋解作隨風而去啦，意思即係喺日本咧會有好多人會喪生，所以抽到呢一張牌咧，係提示住喺日本島裏邊高危地區嘅群眾應該要去避難，就算真係唔離開，最低限度都要作出充分嘅應對準備。呢個係呢一張牌俾日本群眾嘅建議。跟住到香港，抽到嘅牌估唔到遠離我預期，抽到嘅係天雷無妄。係災至、災殃禍患到嘅意思啦，但係呢個喺現實上有唔合理嘅地方，因為災難源係喺近日本嘅地方，咁按道理香港應該唔會受到太大影響，但係如果係咁，又點解會抽到呢張牌？咁所以咧，呢個可能係香港人對於災難嘅過分反應，導致不幸嘅事情發生啦。明明係日本受影響最嚴重，但部分香港人嘅反應比受影響嘅日本人更為激烈，因而導致災難發生。呢個亦都可以對應之後所問嘅問題。跟住關於糧食方面啦，首先講日本抽到嘅牌係雷地魚啊，即係日本喺準備嘅呢一方面做得好足啦，又或者遇到災難發生啦，佢哋能夠做出應對，為民眾提供足夠嘅食糧啦。所以呢一方面唔會對佢哋構成好大嘅問題，呢一點係好好嘅。跟住到香港抽到嘅牌係天水訟，預示一時之間會出現緊張，出現大家為爭奪食物而互相爭吵嘅情況，又或者部分人嘅反應過大，大量搶購糧食嘅情況。咁再細問咧，關於糧食方面咧，咁7月抽到嘅係大促嘅，咁糧食本身咧其實係足夠嘅，咁只要大家唔去搶，咁再睇下8月抽到地雷復啦，即係到咗8月正會恢復過嚟啦，所以建議各位儲備1個月嘅糧食會更加好啦。另外咧，關於食水啦，食水方面咧應該冇咩問題嘅，冇需要特別儲備。以上呢啲咧係我哋頻道咧對呢一次災難嘅預測，咁日子好快咧就係變到啦，咁當然啦，大家可以揀唔信啦，不過做好準備，預起事嚟咧總比冇準備嘅好。好啦，今集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